今仔日7月初1，对澎湖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大日子，因为为昨深夜番12点开始，一直到8月31，2个月时间，当地居民听我到海边去采掠马笨海胆，有人讲是马笨海胆。 但是所要采的这个海胆，若是无到8公分大，原来袂当采哦。一透早鱼仔市场就挤满，就想要食青的民众，有人甚至伫咧现场都现破现食咯。澎湖市场透早人就够济，拢是为着这味新鲜甜啊，赞。 现破现食真甘甜，有时间限定的马粉海胆，当年伫澎湖，敢若7月、8月这2个月会使掠，真侪渔民拢是半暝也去掠。一颗这样40块，所以还蛮划算的，在我们台湾是买不到的。对，它就分大小颗，对，然后分别是从300到180左右都有。介绍为每一粒40块到300不等，有民众甚至要早倒来台湾本岛，甲朋友做伙食。 因为去年才开放3天，尔海胆就互人掠了去啊，学校嘛赶紧做机会教育。这个黄黄的就代表它是卵子，那么这个海胆就代表它是母的。拢是饲囡仔想要去摸看卖，老师教的，因嘛拢有伫听。8公分以下就不能抓，因为如果大小太重，那就不能让它们成长。 连囡仔都知这个道理，希望讲在享受美食的同时，嘛会使互澎湖的海洋生态永续的发展。